我会心甘好使，我差不多。但是这个个人灵魂得救的福音，报答主的恩情，你有这款的心情。我说该来承担，安静，所以请安静安息。有这个心情啊，期待对，大主我跟你说对，但是我自己。
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兄弟备办心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咱先来听福音的钟声。耶和华，阮犹原要倚靠你，阮要讲，你是阮的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迄个听候耶和华的，要定心得力，免那应照天时飞悬。阮要走也无野，行也无善。阮的上帝要照伊荣耀的丰富，伫基督耶稣的内面，互阮一切所欠用的，拢得到帮助。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61首，求主驾驶愿祈祷，请兄弟起立，咱来吟全首。求主驾驶愿祈祷。
咸比求吞，我那所求，我要这意，我的言文献出主笔，求你先亲相引传，互愿家你那跟我行大恶主先无样，严更主的地面上，求你阿罗领阮基督，你的行日咸比求吞，我那所求，我的这我的言文献出主笔，阿门。咱犹原徛伫用上帝的十条诫来告别信仰。十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以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行奸淫；第八诫，毋通偷窃；第九诫，毋通做假的干证，陷害你的厝边；第十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萝卜、乳味、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真济。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12篇，圣诗的后面启用文，启用文第12。上帝是阮逃闪的所在甲气力，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化好牙影，有一条河。伊的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圆邦化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教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站长枪。恁着定定。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教阮伫地。大家来祈祷。阿门，阿门，阿门。愿上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宽容、力量，拢归伫阮的主上帝，世代无穷。伫即个旧年尾新年头，
愿总爱纪念创造的主，愿总爱学乐恩典的主。回顾过去的一年，凡事有进步无？除了伫生活、工作、学业、经济、家庭、人际关系、教会侍奉进步无？主啊，较要紧，阮甲主耶稣的关系有较进步无？求主帮助阮，求主帮助阮会晓袂记伫迄个后面的努力头前，往所差的表来跑走。阮无阁停留伫失败的过去中，会互家己有新的机会，阁一届行上新的旅程。求主帮助阮，求主帮助阮。今年阮若有欠缺人，甲人结怨失和的，阮要尽力去弥补，主动去和好。阮会互相会实力来完成阮的心。求主帮助阮，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来面对逼战、面对富裕，阮拢有得到迄个真实的秘诀。阮享受恩典，毋是伫迄个还未发生的未来，是伫即马已经领受的现在。求主帮助阮，求主帮助阮，勇壮的师也为欠缺的腰，独独追求耶和华的，啥物拢无欠。阮要将一切的忧愁、话语拢放下，因为主上帝要眷顾阮，要听阮的祈祷。愿阮所求的主耶稣要赏赐，要成这的祈祷，这是阮的心所切望的。安尼祈祷，靠主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一位尽忠劳碌的歌。
要来强读上帝的话。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3到24节。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3节到24节。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正价，互恁伫风险的日子长画条，到恁已经做成隆重的事，也悠然徛在。所以，着徛得在，用真实下腰，用义做护心镜，用和平福音的臂膀。穿伫骹呢，搁着举神的盾牌，用即个只话拍灭歹的一切的火箭，搁领受拯救的头盔，以及神的剑，就是上帝的话，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隆重的圣徒恳求无野善，也替我求，互我为得开喙好胆来讲，互人知福音的奥妙。为着即个我做挂铁链的钦车，也着求互我伫即个奥妙为好胆，照我所应该讲的，独独要互恁也知我的事情，甲我的境况怎样。有所听的兄弟，吹其鼓，就是踮伫主阵中的车用，伊要互恁知隆重的事。为着安尼，我挑除找伊去就近恁，互恁知阮的事，搁安慰恁的心。愿平安甲仁爱含信，对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教伫正兄弟，搁见若用袂败坏的听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愿恩典。甲因正人三角地，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认公，只想我。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真诚对你认公，只想我的主。牧师来讲道，伊要用着穿全副的正甲来正道。谢谢这大家平安，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恳求你赏赐阮较无你的心，有较无真理的心。也赏赐阮有通听的耳孔，由主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浸伫阮的生命，阮通过今仔日的讲道，阮的灵性得到成长，生命得到更新。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属灵有精节，拄则咱读的迄个启用12篇诗篇46篇嘛，讲到吼，上帝是咱的冠带，
雅各的上帝是咱的关代，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伊有交战嘛？有呢，真正是不只是甲灵界，伊嘛甲即个四王五王战，伊嘛有参与着一块战术。雅各甲什么人战呢？甲伊阿姑拉班，甲伊的兄哥什么人？以扫嘛。双胞胎两个就在战，因兜有征战无？雅各的上帝，雅各因兜有四个某，应该讲两个某，两个妾，四个太太战。伊的囝有在战无？嘛拢在战，所以人一生拢有真济交战。所以讲，愿万军的耶和华甲咱支持，因为伊要互即个交战煞。有一天，咱即个属灵的交战嘛会煞。魔鬼暂时在作乱，作乱真久啊！咱若无靠上帝拍魔鬼袂赢，因为魔鬼已经活了几千年，伊的经验、伊的厉害、伊的撇步、伊的智慧，在你之上，在我之上。若无靠上帝话来抵挡，咱就输甲忝忝，所以来看上帝行做，伊想使咱全会战甲，伊要互即个交战煞压制，经斩断枪，战车烧伫火中，然后呢，咱才会知影，原来这属灵的交战无靠上帝袂得赢呢。咱总算放下家己的，放弃家己的方式，伫即个过年的中间。我就是也接除了咱的民俗兄江民俗兄、王主、文调以外，嘛兄弟姊妹厝拄着一寡代志，嘛有夫妻拄着代志打电话，我尾也甲即位姊妹也好、兄弟也好，可讲的就是，咱一再失败的方式，你都爱放弃，因为你坚持即个一直做，嘛是搁继续冤家。要放下即个，就直接讲，就定定啦。我靠上帝，就知伊是上帝，咱是人。互上帝诚做上帝，互人诚做人。你的心尊主最大，讲因上帝才会当互交战煞，才会当镇赢魔鬼，才会当伫列邦中最关大的是伊，毋是你。上帝的名要伫列邦的中间受尊最大，你心内就要挖靠主讲万军的耶和华，雅各的上帝，甲我同在做我的关台。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唔通看轻这个。魔鬼就是背逆上帝的天使，伊的能力真大，大过头伊骄傲。大过头，伊就想要做上帝，所以圣经予伊一个名叫做背逆，也叫做讲白贼的人的老爸。所以你如果讲白贼，你如果背逆上帝，你就是撒旦迄国的人。甲撒旦啊哪？共国上边的。然后呢，伊就对你的心就控制权。伊就要制约你的心，互你的心性愈来愈会晓讲白贼，愈来愈虚伪，愈来愈骄傲。哎呀，愈来愈看啥物拢无顺眼。你的心会愈乱，你的心会无平安。到落尾，撒旦就完全得到你的心。所以咱基督徒嘛要警醒。有可能有人已经对了啊，撒旦对伊已经无想要插伊啊，因为伊已经是甲上帝无共国的，伊已经可能是这个沉沦的。当时基督徒，如果你无一个警醒，你有可能你的信仰无烧无灵，对读圣经无兴趣，
唱诗歌也善无力，这是阮长老常常伫提醒的一个度。我观察，要奇怪，咱的会友哪会吟诗安尼无力？哦，敬拜爱活泼，爱大声唱，你将你的心献予上帝，出声来吟，来用你的生命伫敬拜，敢毋是？哦，讲到敬拜，2月7日一个真好的敬拜机会，哦，是免费的。讲完受上帝感动，牧师甲邀请来。我因为书店有几个年轻的抒琴者，敬拜者，因想讲敬拜学到即块，医到即块，想要搁受操练，主动来邀请牧师甲因找即个真好的叶牧师，后礼拜周报会刊出来。咱过年后就即个演习会，短短一个暗示，望咱伫遮有所追求。讲到转来，咱基督徒若是无警醒，你会感觉你的属灵的生命，用要互魔鬼拍败。所以咱需要逐礼拜警醒，需要逐工的警醒。这个观察就是讲，你对读圣经、对上帝话，你毋是愈读愈有滋味，是愈看愈感觉野善。对来教会做礼拜，有一个声音讲今日天气无好啦，今日心情嘛无好，心情不美丽，莫去好啊。来到教会，感觉嫌这嫌迄，看啥物拢无顺眼，到落尾你的心就毋是圣神的运行，魔鬼撒旦的运行，这是魔鬼的工作。以弗所书第4章，咱嘛有读到。毋通放受气到日头落山，毋通生气，总是毋通犯罪。因为你若是心内常常拢有一款无好的念头、负面的情绪，才会渐渐就控制着你的心，你就互魔鬼1步、2步、3步、4步，直直留地步互伊，以致你的心内就有所有权。敢若咱的土地所有权证，咱教会地偌宽，隔壁偌宽，然后撒旦就是攻占你的营垒，然后伊家己的营垒，佮起围墙，起围墙坚固营垒，无爱互圣神来。好，咱来看这个属灵精进的特性。顶礼拜已经有讲到，我佮家己整理者，佮加强者。有3个点，第一个就叫做专名性，你袂当心存侥幸，就是讲这个属灵的证书甲你无关系，我也无去传福音，应该袂受魔鬼攻击。这个精进是专名性，有人已经失败，有人已经也是讲伫正赢的中间伫奋斗，无论牧师、中职、同工、会长。上帝教会犹原受到这个全面性的攻击，有可能是伫经济，有可能是伫情欲，每一个人拢参与着。全面性的教会有几个人，大人囡仔拢伫这个证书中全面。第二个，持续性。全面性是讲你一定爱参加啦，毋是像过去讲做兵，我无想要做兵，我就食较大块的，也是。来减无瘦 ，BMI 安那超过35，还是15以下，伤低，袂做兵；伤悬伤大块嘛袂做兵；目睭无好嘛袂做兵，甚至有人为着无爱做兵，顶头倒灯免做。但是属灵的精进无法度安尼，每一个人都爱全面参战。持续性是讲你出世以后开始，就一直到死亡。魔鬼试探耶稣几届？魔鬼伫旷野试耶稣几摆？你看3届对。但是敢只有3届？嘛，敢若毋是，因为圣经有讲，圣神引带耶稣入到旷野，魔鬼来试耶稣。但是魔鬼被耶稣的这个话来抵挡了后，魔鬼圣经安尼描写讲，魔鬼就暂时离开伊。暂时离开代表什么？魔鬼敢有放弃？
无，伊想要转来，搁拍败耶稣，所以直到克什马尼园，直到上十字架，搁一个声音，甲耶稣讲，莫啦，吼，莫行这条路，莫行十字架的路。所以耶稣祈祷讲，总是求主上帝，你若是稳准将这个苦杯安那刷走。耶稣也毋是讲无这个野行人性之地，将杯刷走，总是照上帝意思，无照伊意思。这是咱祈祷爱学习。这个杯，苦杯，人生的苦难，如果是圣神稳准的，是圣神引带耶稣去入到旷野接受试探，咱就爱伫这个旷野中靠圣神，搁行出来。最后一项叫做严肃性。这个交战毋是讲我亲像投资失败不要紧，东山再起，搁拼就好。有可能咱如果这场战术一直互魔鬼打败，一直互魔鬼偷摕、杀害、毁坏，咱有一天就是伫失败中、伫黑暗中提靠，家己切齿。总是呢，得胜的会当甲主一同作王，得荣耀。对出世到死亡，甚至对今生到永远，这个影响着你灵魂的得救。咱也毋通只有仅仅是得救，咱来追求甲主做伙得胜，做伙得荣耀，伫天顶的荣耀。所以你一定爱穿全副的正甲，袂使只有穿一半。顶礼拜咱只有穿一半，这三项简单复习者。第一次真理的腰带下腰，第二公义的护心镜，第三平安的福音杯。咱今日要讲4、5、6，拄好甲1、2、3有小可对照。1就对照第6项，第2就对照第5项，第3对照第4项。咱等下看图可能较袂清楚。咱先会记你这三项真理的腰带，因为你用真实下腰是第一个嘛。你爱做一个真实的人，你爱对上帝无虚假，承认家己讲我是心灵丧向的人，我需要上帝。因为这个真理的下腰是你开始准备要作战，开始准备。我要需要上帝，所以用这个真理做开始，最后搁用上帝为做结束。生活好了后，你的生命会就开始有经历这个信主以后会经历这个生命的旷野。我等下要讲一个女团女性的传教者的见证，伊怎样行过这个生命的旷野？真理。圣神引带耶稣入旷野，也引带咱进入到旷野，总是毋免惊，伊要搁甲你对旷野带倒出来。咱若是无出来，你就亲像以色列人伫迄旷野内底40年直洗袂出来。第二项护心镜，你毋通淡掉啦，你要看你的良心最宝贝。因为良心就是一个什么警钟啦，伊在提醒你，你倒位做毋对，无平安，明明毋知影袂用做的代志，你搁去做，你的良心就开始不安。所以真理下药了，望你的心，第一项药，第二项心，保护你的良心，公义，用主的公义来替换咱的不义。你若是看这无也无紧，就拄则讲的良心被狗吃掉了，是安那变狼心，这个人就亲像你在开一只船要驶往天国，要行往迄边岸，结果船破一空，海水一直灌入来，你就伫遐拼命在落水我倒位因为良心不安的见效你就无法度抬头挺胸你就头咧咧，你就无自信。你就搁互魔鬼欺骗，讲你信上帝信甲子，
咱来公义，好来遮伤，过来平安的福音杯，准备好。当你去传福音的时阵，我讲你就有气力。你若是甲上帝祈祷一堆啊，上帝拢予你，结果咧，你无即个听人的心，无听灵魂心，你也无去实践上帝的使命，上帝就收回这恩典。也讲即个气力是上帝大权能，耶稣的大使命，也讲甲足明白啊。我要甲恁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总是毋是讲，互恁伫世间欢喜做家己的事业，建立家己的国。是头前有一个前提是，恁若是勇敢去传福音，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用我的名甲因洗礼。既然我所吩咐恁的假是因遵守，我就要甲恁同在，想使恁气力到也到世间的落尾。所以恁莫感觉你软弱无力。你唔通讲我足勇壮才来传福音，你要相信福音是上帝大气力，咱的称做伊也毋是靠家己的熬，所以你掠掉这个观念就袂互魔鬼欺骗，讲你无偌好，你无资格传。什么人才有资格传？颠倒是你知影家己的软弱，你讲主啊，总是你若愿意，我勇敢去甲人分享信仰的是这个福音要成做。大的观念，毋那别人伫祝福，我嘛有祝福，我变做一个恩典的管道，福音的出口啊！报好消息，因的脚才会水，上帝能力会带伊来行，上帝赏赐能力会祝福你行通。亲像阿伯拉罕，阿伯拉罕毋是讲甲上帝求我好就好啊，是爱变做万民的祝福。上帝竞选阿伯拉罕，毋是爱伊一个人好，讲天下万国万族要对你得到福气，对你这个基督徒，对我得到福气。随时准备好温柔的心来应答人。好，再来讲第四项，就是这个信心的崇拜。耶稣提醒咱一件事，咱先把这4、5、6看，做一摆看了。第4项就是信心的崇拜，第5项是救恩的头盔。甲你的心同款，保护你的心，保护你的脑，保护你的情感，保护你的意志，保护你的感情，保护你的理性。心甲脑，平平要紧，保护你的思想。最后是拿起圣神的宝剑。可能一开始的真理。这个甲真理敢若足共真理有上帝话，你知影用上帝话做应答。但是你如果无好好使用这支宝剑，你唔通摕去剁猪吧？你唔通摕去做其他。这个宝剑你爱好好使这个剑你爱练嘛。所以你要甲圣神配合，你才知影讲上帝话要安怎讲，讲了有气力，要安怎应用伫你的生活中。保罗嘛讲，你知影真理啊，你拢信耶稣嘛，已经洗礼，但是你唔通搁做囡仔，你爱做大人啊！你唔通搁做灵性的细囝，爱长大。一年一年在过真紧啊，爱进步啊！所以这6项安尼记，我在想是较好记。真理起头，但是最后嘛是转来到真理。迄个真理变做是一个攻击的武器啊！你毋是干那靠真理在约束家己，也是惊魔鬼。最后耶稣嘛是用上帝话在应答这个魔鬼咱讲来看，信心的崇拜是啥物？亲爱兄弟啊，有试炼到，亲像魔鬼的火箭。唔通掠做奇怪，受攻击唔通掠做奇怪。搁一句圣经讲当这个魔鬼的箭射来的时阵，你就要安怎用信心来抵挡，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你看咱这个崇拜，
我毋知你想到啥物，我常用一个画面是想到即个美国队长，伊迄个灯牌，细细一块圆圆的，我感觉迄伤细块吼。你干那保护头，你就无法度保护身躯，保护身躯无法度保护你的骹吼。但是罗马人因的灯牌是规块，而且因是一块一块相连，一块一块相连，哦。不是单兵作战的，吼，这个信心嘛有时需要团体，啊，你看，当这个火箭对因射来的时阵，队长就好有信任讲，吼，伊举盾牌还是躲在这个防御的这个盾牌内底，大家秘伫内底，啊，秘的时阵有可能一只手流出来，边仔的人就爱安那，佮甲伊砍掉的，所以你安那规身躯拢，哦，正边的保护倒边的。哦，啊，搁正边搁倒互伊倒边，啊后壁保护头前的。哦，所以像遐这为虾米讲咱爱参加团契，爱参加小组，爱有熟练的同伴，因为你若孤身一个，你有可能就拄着危险。这是安德书讲的，两个比一个较好。翁仔某若是有这个祈祷。熟练的同伴比一个较好，一人跋倒，难免会跋倒，无人甲伊扶。咱看真侪影片，长辈伫时代伫厝诶跋倒，啊好佳在，有人发现，紧甲伊救起来。啊若无咧，伊就伫遐倒伫涂骹，摇呢摇呢，爬袂起来，肺直直流，直直流，最后无效。两个比一个较好。你若跋倒，你毋通歹势，毋敢甲牧师讲，毋敢甲人承认。避开，避开，保护你的民主，但是咧，你的性命是软弱，家己一个人伫甲魔鬼交战，所以有人赢过孤身一人，若是两个就会抵得，三个就一胜就赢过。哦，所以咱讲祈祷小组，复兴祈祷小组。不管 RPG 还是有人到即马讲是RPG，不管吼，那英文里，咱知影有人无真明白，袂要紧，就是祈祷，就是做伙祈祷。因为你家己祈祷，你会软弱嘛。哦，咱望咱良心就知影，我家己祈祷我就无，但是讲暗时吼，我拜四甲上约要祈祷，我就会准备就会警醒。我拜三有祈祷会，我会警醒。若是你拢无祈祷的同伴，你就凊彩啦！啊，有祈祷有感动才来祈祷，无感动无祈祷。哦，所以耶稣嘛提醒伊的门徒，恁信心是有啦，这个信心的灯牌，但是你的灯牌细短短啊，一细短短啊尔。信心有大有细啦，所以耶稣讲，恁毋是无信，恁是小信啊。半信啊，信心伤细啊，无即个互相安尼吼卡吧，我保护你，你保我，大家信心安那相敬啊，大家祈祷相敬啊。一两礼拜前，咱才去万惠姐因兜烘肉，讲着烘肉，你着想即个火炭要起火的时阵，敢是一块一块放互伊伫遐伫起火？毋是嘛，一定是捡烧瓦来，啊，着大家烧有，吼，烧的有迄冷的，冷的有迄温的，到无尾规个火才会烘，才会，这叫做啥物？毋是发炉是，才会旺起来嘛。若无一块一块遐，你看无，迄个火温无烧安尼，一直捡做火的时阵，迄温度高的时阵，砰，迄个火就安那燃起来，就发起来安尼。好，所以信心。嘛是需要主帮赞。你甲主讲，主啊，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我信无够，求主帮赞。主就讲，我想是你祈祷的同伴，啊，总是你拢毋参加，安尼就无法度。你爱去超找信心的同伴，互你的信心的灯牌，毋是细细块仔一块，吼，啊钱写来的时阵，吼，你就挡不住啊，你挡不住魔鬼的攻击。我讲一个故事，这个
信心怎样互人产生愿望？有一个兄弟做这个见证，讲有一届要对美国到英国坐船啊，可能是少啥，毋是像即马啥物豪华游轮是细只船啊。结果拄着足大的风影，伫船顶所有人拢惊甲屁屁喘，只有一个老太太安静坐伫伊的所坐位，然后伊还去好亲像是伫祈祷。到落尾，感谢主，即只船虽然有受损伤，但是搁风暴经过即个足大的即个风暴。即个少年的兄弟就，伊嘛是基督徒，伊就走去问即个老姊妹、老太太，讲是安那？你敢若拄则遐尼安定，讲定安稳，在祈祷，我嘛信想你讲你的上帝较大，伊甲伊回答安那讲，伊讲我有2个查某囝，大汉查某囝已经伫上帝遐，第2个查某囝伫英国，所以我要去看我的查某囝。我拄则甲上帝祈祷讲，耶稣伫我的船顶，我就毋惊风影。如果即个风影闪袂过，我就要去看我的大查某囝。若即只船顺利到英国，我会当看到我的第2细汉查某囝。所以无论如何，我拢会当见到我的查某囝。所以伊的心就平安。所以信心是奠基伫即个上帝，伊会产生即个愿望，甚至赢过死亡的惊吓。即个信心毋是讲我只有自信的，我只有自信的。什么代志拍我袂倒，迄是建立伫你家己。真实的信心是建立伫上帝话，基督耶稣会听。伫即个内底已经赢过死亡，信心你就袂惊，袂活伫惊东惊西的迄个心理内底，足惊的，足惊的。你也去想，我是倒位失了信心，我到底是咧惊什么？真是信主的人，连死亡都毋惊。耶稣已经替咱战赢这场战事，赢过死亡阴间的权势，了有信心。第5，救恩的头盔，这个就甲这个公义同款。咱毋是靠家己来得到这个救恩嘛？我伫基督内底，这个新的身份，头盔顶悬有写嘛？可能写罗马皇帝的名，但是咱写主耶稣的名。上帝借着主耶稣，已经将这个救恩赏赐给我。这个救恩已经是我的啊！我大项的罪得到赦免，小项的罪嘛一定得到赦免，大大小小的罪都赦免了。主的恩典大大小小，无一个重担主袂当为你来担，无一个罪主的保费洗袂清气，主的保费洗你拢总会清。你无一项罪，罪罪已经一笔勾销，咱已经甲上帝和好啊！甚至上帝讲我已经放袂记啊，我已经无搁提起啊，无搁纪念啊。有的事已经过去啊，所以救恩的头盔提醒咱，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头，你是我的伫战事中，你是我的救恩啊！咱是天父上帝买回来，毋是用钱买，是用耶稣基督上帝独一的囝、独生的囝，伊的宝贵甲性命来买。这个价钱已经付了啊，钱纳了啊啦，你已经无欠啊，无欠上帝啊，你爱迄日，当魔鬼在甲你耳旁边甲你讲哈，你无属上帝，你是犯罪人，你都要用这个来保守你的思想，洁净你的思想，唔通搁伫遐自怨自哀，爱有愧难。拄则讲的迄个事，咱的姊妹敲电话，因也未想靠无输，伊买啊，我感谢主，伊嘛有得到气力，伊家己对家己信心喊话。我若毋是靠着耶稣，我若毋是靠着上帝，我真正无法度行到今仔日。所以这个是真好，你要用这个来对付遐个怨妻，
啊，什么人甲我欺负，什么人甲我欺负，什么人对不起我，车的你爱停止，讲主耶稣稳定已经较赢，唔通去羡慕别人，欣赏别人，看轻自己，咱拢是上帝囝儿，上帝无偏心啦。虽然咱拄着苦难，有可能照你看比别人较侪，但是别人有别人的苦难，上帝无偏待人，总是基督耶稣的身躯就是咱。咱是基督的身躯，常常有一个问题，感觉别人较好，嫌家己，无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家己较好，嫌别人。咱拢是基督的身躯，唔通去嫌，嘛唔通去嫌钱，看重家己，上帝稳就伫这个中间。拒绝这的思想，保护你的头，保护你的心，这两项拢是咧保护，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发出。误会、苦毒、惊吓、忧虑、贪婪、世俗，这歹的思想、误会思想，你爱脱离，求主来洁净咱。最后，也去圣神的宝剑，就是神的刀。耶稣就是安尼赢过，敢毋是？魔鬼甲伊讲，石头变做饼，顾巴肚啦。先顾巴肚，才顾辅佐嘛。耶稣甲伊回答，用上帝话甲伊应答，甲伊的喙脱掉，讲人的话都毋是干那为着食，人的话毋是为着钱，为着财。这个咱真侪有一个时阵拢行袂出来，但是咱的确爱想耶稣用这句话在帮助咱，毋通性命散甲纯净。乃是靠上帝嘴说出一切话。搁来，耶稣搁甲伊讲，毋通试探你的主。天使叫伊迄个魔鬼叫伊对天跳落来，天使甲你摕掉，撒旦摕去，毋通试探你的主。第三，甲伊带到极悬的山，看天的荣华富贵，讲毋免惊失你家，这已经拢要互你，我互你，因为这个是我天顶执政掌权的，这个世界暂时拢我在管的，我要互你，甲我做伙，将你世界好。魔鬼甲咱对敬拜上帝，都服侍伊。所以耶稣就是用上帝话来抵敌，魔鬼就安那就逃走。用上帝话来抵敌，魔鬼就逃走。我对恁所讲的话就是生命。拄则讲要讲一个女团的见证，有一个女的通到遮，咱可能知影伊的名叫 Smile， 美国的牧师，伊的人生非常的坎坷，到伊有一天互上帝好掉，讲我要来主，我要来开设查经班，我要来做主的工啊！我要将我的生命放伫遮有利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才有天顶的报赏。我要上好的投资，毋是投资台积电，也是鸿海，也是啥物？因为这个拢有一天会可能拢过去，你也走袂走？你若投资伫天顶，哇，积财宝伫天呢。新年要到啊，恭喜发财，讲发天顶的财。所以伊讲我要来自由传道，伊开查经班，无收入，伊维持5年。家庭的这个查经班，尽心尽力，爱厝的无钱，连过年我毋知是毋是圣诞，因的过年要去买一双鞋仔，互囡仔穿是双新鞋，伊只有摕10块的美金，踅遐个迄个大卖场，甚至踅到迄种二手车库，因为只有10块会当买，300几块会当，安尼呢？咱有穿新鞋无？咱有甲咱的囡仔、甲你的孙买鞋仔无？咱无啥要考虑出来，如觉得有啊，伊是摕着10块美金，四界去找，看有一双较好的、较新的、较 OK， 只有这个钱头。结果安尼就算啦。伊讲我要不要紧，无钱就无钱，散就散，我永远要服侍上帝。总是咧。伊有一个朋友，甲伊共款，
做传教才会来，甲伊讲吼。可能毋是雕工要点要啥，但是伊讲哇，上帝足听我足奇妙。我顶礼拜去参加一个去做讲员，车马费3000块美金，车马费3000块美金。啊，佫有拄着一寡会友，毋是会友吼，因是自由传道，毋是固定一间牧会。讲我无熟悉的人写机票来互我，美国拢写机票。啊，佫讲我逐个月要为你奉献1000块、500块、1000块，几千块安尼逐个月。哇！我感觉上帝足听我的。尾啊，即个朋友才用意识到啊，伊会看伊的家境啦、经济无钱，我讲歹势啦，毋是要条过要甲你顶，伊安那甲伊回应，伊当然表面上咧说感谢主哦，上帝听你哦。结果即个人一离开，伊马上秘伫房间大声吼，伊讲伊即世人无遐尼伤心过，伊甲上帝讲哇，偏偏嘛听你啊，服侍你啊，我毋是讲伊服侍你，我嘛服侍你啊。为什么我无得到即款的祝福？我为什么要为着我的囝买无一双鞋啊，摕10块世界去找？我哪会遮可怜你啊？痛哭流涕，足艰苦。我的祝福伫倒位？伊就足受伤的。然后呢，有一个念头就入来，讲我知上帝伤艰苦啊，你放弃啊。你去找一个较好的头路，上好迄年终奖金10几个月，互上帝拢欠你啦，上帝对你偌歹，伊即个声音入来时阵，伊雄警察着，警觉着讲，这是魔鬼的声音，这是毋是圣神的声音，是魔鬼的声音，伊就马上振作坐起来，然后咧，伊就讲：撒旦，你甲我听好，我犹原要传道，我犹原要十一奉献，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伊讲：我十一奉献，搁较无，我嘛是先11奉献，我剩的我才来维持我的家用。就算祝福无临到，我嘛要11奉献。伊讲：我要11奉献，直到耶稣过来迄日，我要传福音，直到耶稣过来。了后，伊的心就开啊！伊就讲，当咱用上帝话提出来时，魔鬼就无报啊！伊无法度反驳你啊！这是上帝的话，你提上帝话出来，伊就雅各书讲的，会记哩袂？勿要顺服上帝，顺服上帝，抵着魔鬼，魔鬼就安那就得闪恁啦，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这是一定啊！但是你呢，若是受魔鬼的声音直直来，你尾啊，你就摇来摇去，你就心头就抓袂定。结果呢，伊真奇妙，伊做见证讲，当迄天开始，伊的祝福就临到。当迄天过啊，伊感觉讲，我已经对这个旷野生出来，伊心内无已经解决了，伊袂讲我搁上帝对伊无好啊。上帝就讲。你已经通过这个旷野的试炼了，伊才明白，原来过去的这个苦难是要磨练伊的心智。上帝要看这个服侍伊的人，到底是为钱在服侍，还是为这个环境有好野无？美国的这个成功是，当然咱知影伊即马受上帝真大祝福，但是伊犹原讲我一切所有事情，伊已经有迄个去，知影讲这个。拢无过是我的第一优先啊！伊讲伊对这个，伊讲伊讲了，伊就无欠过，就无欠过啊！我靠上帝一样好处拢无欠，迄个经验是帮助伊来得胜。最后其实7项尔，但是其实佫有第7项就是18节，咱今仔日金句，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的这个啦，随时祷告，多方祈求，恳求无停，警醒。你看，我感觉这个真奇妙呢就是讲第7项的，我来形容做一个防护罩。你是一个祈祷的人，你就有，敢若是一个咱讲甲
病毒作战的时阵，你有一个免疫力，甲你保护掉的。哦，这个就是你有祈祷，保持伫圣神内底的这个溃烂，魔鬼就唔敢来对你。哦，伊有法度甲你搅扰，但是无法度拍败你；伊有法度甲你扰乱者，但是你犹原啊啦 ，stand up， 站立得稳啊，你犹原当徛在嘛。也讲警醒，哦，这就是基督徒应该穿军装，哦，毋是讲我今日要徛讲台，我今日要处理，我今日要疏忽，我才来警醒，嘛毋是讲啊，我先用家己方式，试到最后无报啊，真侪基督徒拢安尼，什么时阵才要祈祷啊？实在是无法度啊，无咱不如咱来祈祷好啊，变做是安尼，祈祷应该是咱的第一优先。哦，昨老师讲暗时要出门，伊找无伊的证件。其实我本来要招伊做祈祷，我心内就祈祷讲主啊，互阮的，因为阮拢知影这证件放去会足紧张的，互即个祈祷，毋免等甲拢。毋是等到最后无报啊才来祈祷，随时一开始就会当祈祷。拄着任何的困难，莫讲足大条的，我无法度应付啊！主啊，拜托者，哦，你随时小可代志，锁匙放进，找无车位，任何代志，你拢保持一个圣心内面的感动，甲主求讨，好胆正经甲伊讨。保罗也无去讲，恁会当为我求，互我好胆来，安那讲即个福音的奥妙。好，咱先，咱好时间到啊吼，咱最后看即个图，咱或是你想看卖吼，即几项，吼是毋是有相关？吼，心甲头，真理开始，真理结束，最后随时的祈祷，信心的崇拜，福音，吼。咱今日的最后，保罗咱要甲福音所说完结束，拄好要进入到新的年头，好年冬啊！保罗安怎讲呢？咱看19节，讲为我求，爱为传教者祈祷。我知影真侪人为牧师祈祷，真好，这是真好。不管什么人做牧师，都爱为伊祈祷。做传教者，确实受到真侪攻击，爱祈祷。所以保罗19节讲，恁来替我祈祷，毋是我足勇呢，我无敌铁金刚，拢免祈祷，毋是我家己祈祷，我方言祈祷，我禁食祈祷，也毋望恁为我祈祷，我好胆来传福音的奥妙。你毋通误会讲啊，所以恁免传，大家做伙传。哦，所以连保罗伫铁链中关伫家，伊搁在传，恁敢毋传？20节好胆照我说，安那应该讲的，所应该讲。所以你像即个平安的福音话，你要去传福音，魔鬼袂讲啊好啊，甲你拍无啊，吼，祝福你吼顺利转来，袂魔鬼开始甲你写字。所以你传福音的时阵，都爱举灯牌，这两项是相连的。互你有信心，互你好胆，互你勇壮、坚强、壮胆。你出你对上帝要保护你，我敢无吩咐你吧？对。勇敢、刚强、壮胆，无得惊，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到倒位，为上帝征战，传福音，你的上帝、耶和华上帝要甲你伫咧。哦，最后伊就是问安，哦，互恁知影拢总的事，安慰恁的心，才会交代了23节，愿平安，愿真爱，搁有信，哦，这3项，愿平安。的福音话，信心的崇拜，真爱的福音，疼心伫基督耶稣内底，煞到伫恁众兄弟姊妹。佮愿恁用迄个袂败坏的疼来疼咱的主耶稣基督，永无失败的疼。当然，咱的疼无遐尼伟大，这是对上帝所赏赐咱的。上帝疼咱，无论。天顶掌权的天使，办正事的，是生是死，
是刀剑，是妖恶，是烫巴体，无一项事会通互咱甲上帝会疼计着。这个疼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愿稳定甲咱伫地。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真丰富，可能有诶我讲了无介清楚，总是望咱爱穿这个信心的顶牌。若无你上战场，国军咱的国军如果要有一天甲中共交战，你阿兵哥若穿困衫会战的吗？穿西装嘛袂战，爱穿全副战甲，穿防弹背心，穿这个配备望远镜、红外线、头盔。最后其实真意外，有机会咱才详细来讲这个最后这句，我本来有感动要分享，就是讲，你有伫这个圣经内面凡事祈祷，你会亲像一个人。我认为伊做了真好，就是约瑟，伊到伫迄个足困难的所在，伊犹原会无袂记得伊的老爸雅各教伊的祈祷，伊遐无老爸通靠啊，听哥家己出卖啊，伊靠伊家己。但是伊有祈祷，到落尾，上帝甲伊高升，然后发到对发到一个迷信者，外邦人所讲出来话，讲像即款的人，有上帝神伫内面，内底有上帝圣灵，我要去倒位找啊？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望咱伫新的一年也是安尼，遵行上帝的话，内底有上帝灵伫咱内底，操练圣经的武器，举起圣神的宝剑，佮随时用逐样的祈祷警醒伫即个为拢总的圣徒来祈祷，你就无孤单。你伫即个团体的保护内底，会拍赢即场属灵的征战。到尾甲主做伙得胜，咱做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想使我以弗所书反对第1章，一章一章的读，一节一节的读，到今仔日愿读完。由此通过以弗所书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明白，阮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有新的身份，也要活出新的生命。因为主你的福音是改变人生命的福音，你成做人甲上帝的中保，主耶稣你也成做阮人甲人的中保。佮想使阮全副的正甲，阮毋是甲即个正甲烫咧坑的。伫阮的厝，伫阮的房间，阮是常常穿伫身躯顶，当作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话，信心的灯牌，救恩的头盔，是圣神的宝剑，就是上帝话、上帝道。佮随时用逐样的祈祷，伫圣神内面祈祷，警醒伫即个无野神，常常甲主结连，我靠主的气力做坚强的人。就会当抵得魔鬼一切诡计，来征战阮的人生，迄个好的征战。到有一天，阮尽跑走的路站，受所信的道理，直到最正隆重的事，犹原徛在画条。愿主你帮助阮，愿主你带领阮，你是阮的元帅，互阮甲主做伙得胜到有存。愿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请起立来吟全首。圣诗4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做伊干净，做是最好朋友，用主听他来保养，好人因无成就。
救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应该欢喜出声，保佑救主大听堂，替咱放下性命。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善了不朽公义。那么今南来干净，应回归安心。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是你罪的洗净。他的恶大来向前，都会高天庭。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救主耶稣。阿门。请坐。咱即条来举行奉献，咱中间闹初次来教会，无了解奉献的意义，咱毋免奉献不要紧。请美凤执事甲罗伊执事来施献。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疫情当中，你互阮秘伫你的实下，因为你的慈爱，赏赐阮平安。恳求主你叫疫情离开，照顾阮众兄弟姊妹心灵拢平安，互阮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当今年年边要过，求主你，愿主你听阮的声，阮要听主你的声音，请全副的正教为复兴教会，为主来的福音来打拼。求主赐阮力量甲气力。明年的路途，求主你也引带阮。感谢天父阿罗耳孔听阮的祈祷，当阮奉献淡薄金钱做主你圣的路用，求主你感纳，靠主的圣名来求，阿门。真济。我来报告甲通知，咱来拍开咱的周报的第3页，咱来看今日的经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隆重的圣徒恳求无野线。以弗所书6章18节，请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隆重的圣徒恳求无野线。以弗所书6章18节，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隆重的圣徒恳求无野线。以弗所书6章18节。后礼拜开始，新的当日中集是赖正业长老甲魏主会执事，请准备。咱先开周报的第4页。来看教会消息。教会消息第一，这个拜二就是旧历正月初1，下晝9點半，教会有舉行新春清社禮拜。9點半，咱伫拜二有來舉行新春清社禮拜。邀請咱兄弟全家同齊來禮拜。有汝上帝接受新春的祝福。咱礼拜煞有即个行春的交易，咱真感谢吼。丁科长老安尼真用心准备，甲同工，咱有5个节目，即个趣味的活动。你若甲伊行春行了后，吼，这会当领红包，吼。所以伫遮吼，咱通过安尼来做新春的一个拜年，甲即个佚佗啦，吼。所以。邀请咱做伙来参加清社礼拜，即个拜二下晝的9點半。下面有新春禮拜服侍人員的名單，請咱家己看注意。你若有大合上未當來，請你愛趕緊來找即個代理的人。第二，咱伫2月20要召開定期年度的信徒好會。請各部組、各團契、咱各單位，咱用上緊，上萬日今日，咱來交出咱的事工報告甲事工計劃，通互咱的幹事來編排好會手冊。第三，咱有一個美好的人際關係建造的溝通的藝術課程，這是伫線頂來上課。咱若有趣味的兄弟，伫每禮拜六下晝9點半到11點半吼，這講義費用200塊，請向林牧師來報名。第四，
过年的中间，即礼拜咱的干事拢休困吼，到拜六就是2月初5才有恢复上班。即个中间兄弟若有急事，请你联络当地的长老、大正爷长老，也是咱的现任长老拢会使。9月开始接受申请奖学金吼，到3月初5截止。请咱去办公室摕迄个申请表。特别就是讲，你若是伫外出读册的学生，你一定要有附当地你参加教会聚会的证明。第六，咱教会赠送的迄个细张的春联还阁有吼，放伫咱即摆1楼交易厅外面。请咱若有需要的，家己去摕，送完为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甲咱提醒后礼拜2月初6，礼拜2上午礼拜煞伫5楼副堂有社青团契有聚会，主理是吴秀春。第二，咱伫2月12拜六有3个团契相连妇女兄弟联合的一个讲座，咱有邀请刘乾生牧师来传讲。这报名费每一个人100块，若要参加的人，请咱甲过丰入职书报名甲交费。迄个聚会煞，妇女团契伫1点要伫副堂来练习，所以请咱妇女团契的客友，才踊跃参加练习。第四，4海读经新的课程伫3月初3要来开始。请咱来备班，邀请朋友来参加。伊这是拢每拜四的阴暗7点，伫遮来上课。咱的新学员，请咱去办公室来写这个报名表来报名。对这个课程你有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欢迎你甲陈建中执事来接询。关怀协会的消息。目前，咱健康促进教室甲乐龄教室拢因为过年来暂停，过年过才来恢复。特别伫遮，甲咱邀请咱有开一个新的课程，叫做无轻的艺术。这无轻的艺术就是意思就是讲无限制啦，真有变化的艺术课程。无论伊的材料、伊的做法，拢真哪像咱咧食迄叫做。无菜单的料理安尼啦所以这变化真有趣味。欢迎咱兄弟踊跃来参加。这是每一个拜5下昼的9点到11点半开课，拢总一届有12期。报名费500块。咱若有趣味的兄弟，请向罗伊执事来报名。等一下，才请牧师来带咱集体交通的带导。伫遮特别甲报告江明淑兄已经蒙主稳调，已经伫27即个办完遮新后事，有安放伫即个5分园的国华堂请求主亲自安慰遮遗族。周报的第7页咱有即礼拜的教会的奉献伫遮。登录报告做领收，若有出入的，请咱免客气，向咱的财务长老来反映。第6页的教界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代祷或者的事项咱看这个集体代祷关怀，就讲到郭牧师、林老师。第3点就是为着江明玉兄弟民序上。今日特别因的家属嘛拢有来，特别我感动就是惠美姐，伊照顾伊遮尔久长的时间，陪伫身躯边，甲伊照顾甲真好，付出真济疼，到伫日暮的时嘛，少毋甘，无安尼来真互相的疼惜，这是非常一个真水的见证。这个家庭的中间看到安尼夫妻。无感情遮尔深，这是我想是上帝真大的一个恩典甲祝福。今日惠美姐，甲伊两后生俊平、俊廷，
啊，搁有孙吼，敢若是秉文、秉哲，哦，是毋是拢有来？咱请因徛起来吼，来，互阮来甲因第一届吼，啊嘛拍拍欢迎因，啊，常常来礼拜，啊，回避这，主的安慰，遐济吼，亲自临到伫因吼，啊，回避这吼，我去因兜探访的时，伊不是就是咧看迄个 Good TV 好消息频道，然后抄写圣经，啊，伊抄写圣经不止啊济，哦，比我济，至少比无输济，我较无安尼练字啦，吼，啊，伊足认真，所以伊是回避这是一个真有信用，希望这个信用一代传承一代，安尼看到因全家规口罩来礼拜，阮的心嘛真喜乐。好，咱来为着这个大岛的事项，吼，真侪人喺过年要注射，啊为台湾的疫情会当讲这个传播链啊，有找到，吼，都是传播链找到，啊传播链找到地当框列地当叫因去居家隔离，啊这个疫情，哦，昨印象中是存10几个啦，吼，啊望咱会当愈来愈减少。所以需要咱大家守望代祷，各为家己祈祷，警醒祈祷的心，永远的警醒，才有永远的主。这是我的牧师讲的，张德林牧师啊，我叫伊张哥，伊讲，你若无警醒，你有可能就会犯罪失落。你永远的警醒，你就享受伫迄个自由的内底。咱就望咱得到这款得胜荣耀的画面，有需要请咱做伙徛起来，为着疫情，为着病痛兄弟姊妹，为着明福兄因规口罩，全家得到主的施恩祝福，也为着你家己，咱做伙同齐出声，勇敢来祈祷。主，阮需要你，主，阮需要你。主你的同在，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主啊，互阮经历到这款的痛，旧的年已经过去，新的年伫头前等候。主啊，阮的信仰唔通阁无冷无烧。主啊，我的灵望会当火热起来。新的一年，所采标来跑走。主啊，你施阮祝福，你将民续弟兄因全家，这囡仔，这囝儿孙，得到你的恩待，互因日上加日，恩上加恩。互耶和华做因的牧者，因就无欠缺一件。愿恩典甲慈悲的确缀因到一世人。主啊，阮将明福兄伊灵魂交托伫主你，阮也望你属天的听，即时降临，亲自来安慰，拭去阮拢总的目屎。特别你的圣神的大权人扶持着惠美者，你纪念着伊，你带念着你。主啊，你也欢喜，伊遮尔疼惜伊的翁婿。夫妻三听家庭和睦，是一个极水的见证，极大的恩典。主啊，阮也望伫新的一年临到，阮的家庭会当和谐，伫主的听内面家和万事兴。愿我靠圣神不时的祈祷，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上帝国来跑走，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圣徒来祈祷，为着牧者来祈祷，为着长执来恳求。因为主，阮是一家人，阮是一体的，阮伫主的听内底是基督荣耀的身躯。愿主你特别看顾遐个软弱、身躯得着病痛、心灵软正的，主啊，你的溃烂看赢来扶持因，勇壮搁再徛起来，起来行，徛在好主得着坚强。愿将阮所有兄弟要进入到新的一年，互阮旧的过去，新的福气、平安。喜乐望要临到，愿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彼此来请安，互咱徛咧彼此拱手来行平安礼。愿主的听充满在座，愿主的听用伊的一面的阳光来照恁。哈利路亚，感谢主。
来听你，我用智慧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营养，我用智慧听信心来听你。好，咱唱一届就好啊。我用智慧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营养，我用智慧听信心来听你。哈利路亚。咱做伙来吟散会的诗，圣诗514首，担尾散会求主赐福。咱起立，咱吟全首。担尾散会求主赐福，好愿心中常快乐。大家家连亲来辅助，欢喜滚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阳光冠冕归主生命，总愿心志免惊险，真理传播百倍修正，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何去做工程，教会运行对阮做起，所受灵恩那给你，阮的心情求主帮助，那久那在阮无限，阮天无限，阮天无限，孤单充满通世界。阿门。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阳光遍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耶和华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列倒。咱今日礼拜到这结束，甲兄弟拜一个早年，新年恭喜，新年快乐。